好，再来看一句：国瓦汤萨瓦，国瓦汤萨瓦。这个国是穿的动作，撒是吃的动作。这个国跟撒呢都是未来时，都是前加爬位嘛，是吧？前加爬位。这个穿的动作的未来时表示所穿的衣服，所穿的东西。撒瓦的未来时动词表示所，就是表示所吃的食物。所以它这个一对未来时动词，整个它俩都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所穿的衣服和所吃的食物。你看，表示所受动者，受动者就是动作的那个对象。这样的话呢，用这个未来时动词表示了不是动作了，表示的是那个动作的那个所动的东西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国瓦就是衣服，撒瓦就是食物。衣服和食物。然后后边啊，荤给主内，荤给主内，鸡字是哈，这个写就跟拿变成了晕，是吧？晕，喝晕荤，荤给主内，荤给主内。这个荤也是很难发了，这个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词。什么意思呢？自然本性，自然本性，主要意思就是自然。荤给是句格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自然地，土也地，自然地怎么后边呢？竹吧，竹是什么？完成哈，自然的完成，叫自然成就。咱们佛教用一个词儿叫任运成就，就是自然成就，就是不用努力，自然就成了。就好像有些人想办事了哈，他一想呢，那事儿自然就成了，就是不用他做，自然成就，因缘就聚合了，自然成就，任运成就。乃就是这种方式吧，就是自然成就的方式，或者是也可以说自然成就之后吧，然后后边啊，即将米柴瓦儿狗儿，即将米柴瓦儿狗儿，即加上一个撒，就是用什么，将就是也，用什么也，合起来这个词儿是非常常用，就叫什么呢？不管什么，无论如何，一般意无论如何，就是用什么也不也如何，就是不管什么，无论如何，无论如何也怎么着呢？迷是否定柴瓦是忙乱，忙碌忙乱，一个是忙乱，一个是急躁，两个意思。柴瓦一个是忙乱，一个是急躁。这个动词就是这一个，没有变化。柴瓦就是丢日是这个叫自主动词变不自主，是吧？本来忙呢是你可以自主的忙，你忙还是不忙？结果呢不自主就是客观形成不用忙，就是客观形成不用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自然就成就了。自然成就什么呢？自然成就穿的和吃的，穿的和吃的都是自然成就，就自然就来，不用无论如何，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呢，也用不着操劳，用不着他去忙，用不着去找。这就是福报大的人了。福报大的人就是吃的穿的自然就有。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有个好爸爸，不用你忙，吃的穿的自然就有，这也算自然成就。对于那个他来说就是自然成就，当然这儿啊可能是那个修行人呐，有的那个就是他想办什么事儿啊，
吃的穿的呀，自然就有人送来，自然成就，这就是他就有这个福报。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，用未来时动词表示所做的东西。你看，用穿这个动词未来时呢，表示所穿的衣服；用吃这个动词的未来时表示所吃的食物。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现在时表能，这个未来时表所，记住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啊。下边我们来读一读：国瓦汤撒瓦，国瓦汤撒瓦，混给竹内，混给竹内，即将米柴瓦卷儿，即将米柴瓦卷儿。再来一句啊，因为这个语法现象比较重要，所以你看它能施动者举了2个，所施动也举2个。咱们来看下边啊，米夹西，米夹西，米是人，夹是100，西是不定指代词，有那么100个人啊。米拥哇啦，米拥哇啦，你看这个拥的读法，塔后爬抵消了，抵消之后呢，那个第一个字母是下夹字牙，是吧？牙得发平声了哈，牙乌一翁庸，一乌庸，一翁庸，庸一乌庸，庸蛙。这个迷是眼睛，庸蛙是什么呢？庸蛙是这个拔出、抽出、拔出，主要意思是拔出来、拔出来、抽出来。还有一个意思是排除，基本意思就是拔出来。这个它的那个现在时，这个呢是它的这个未来时，未来时。这个它的现在时是什么呢？我描写一下啊，是阿沃爬雅大卡给固秦那秦。阿沃爬雅大，记字是爬雅大，下边爬下边有一个雅大，爬雅大卡给固，上边是给固，然后呢锦那锦，因为有前加字了，所以这个爬要不松气，读锦那锦，锦吧。这是它的现在时，上边那个呢是它的未来时，它的过去时呢是这个趴雅大，趴就是那个八里头加一个小斜杠那个趴雅大掐写就穷啊穷，后边是个啊，趴雅大掐写就穷啊穷。这个过去时呢是穷，现在时是紧，未来时是庸。这是一个拔出，就是从什么里头拔出一个东西来。好，现在咱们来看句子啊，迷庸挖就是拔出眼睛，拔出就是挖出眼睛了。然后呢，拉就是对着这个挖出眼睛。后边是什么动词呢？是吐巴来，吐巴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碰到、接触到、碰到、遇到、会见、见面、碰到，碰到。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碰到了拉前边这个情况。有100个人呐，有那么100个人，他们遇到了拉前边的情况，遇到了什么情况呢？就是挖眼睛的情况。他们怎么会遇到挖眼睛的情况呢？他们犯了罪，犯的什么罪呢？就是要被挖掉眼睛的罪。这100个人，你看下边有说，这100个人犯了眼睛被挖掉之罪。就是他们碰到了被压，就是
或者说这个碰啊，可能有这意思，他们触犯了挖眼睛的这个叫法律。哎，他这个兔吧呀，他们触及了、触犯了挖眼睛的法律，犯了这个罪。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从这个情况下呢，这个发生了后边的事儿。发生什么事儿呢？注意看啊，兔躺单巴西给，兔躺单巴西给，兔是力量，这个力量还神力、威力，那个就是这个不是一般的力量。这个兔，这个兔躺单巴就是躺单巴是具有是吧？具有神力，具有威力啊，具有这个不一般力量的，然后巴就名词化了，就是具有神力的一个人。习是某一个人，给是由他来做动作，他来做主语加句格，就是有一个具有力量的人，有能力的人啊，这样一个人，他干什么呢？后边啊，米拥瓦铁大，米拥瓦铁大，就是那些被挖眼睛的。咱们这个地方看底下画了横杠，这个地方就是表示语法意义，说这个未来时的拔出来呀，它用这个未来时动词可以表示所，就是表示所挖的就是所拔的。那些被挖眼睛的，这儿还是实际上是还是指人，就是那些被挖眼睛的人。后边啊，提来塔尔巴尔切巴塔，提来塔尔巴尔切巴塔，这个提来就是从那些当中，从哪个当中呢？从这个犯罪的这个人这些情况里头，有时候他这个就是指从这种情况下，从这种情况下，动词是什么？他日咱们讲过是解脱是吧？这个很简单，解脱。切吧就是使做了，使他们从那个挖眼睛状况当中解脱出来的，做了这么一个解脱，使他们解脱，也实际上就是做了使他们解脱。哎，也就是说有一个有能力的人呢，把那些这个就是被挖眼睛的人呢，使他们从这种状况当中获得了解脱，成功的让他们解脱了。哎，这个方法很多了，你可能让他们这个忏悔啊，或者反正就是做一些功德呀，哎，让他们就避免了这个眼睛被挖的这个刑罚。哎，当然这得是有能力、会懂的人、会方法的人才能做得到的啊。好，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，这个拥挖呢是未来时，它表示所，就是所挖的眼睛，哎，就表示这个意思。咱们来读一下这个句子啊，米嘎西，米嘎西，米拥挖了吐巴来，米拥挖了吐巴来，吐躺单巴西给，吐躺单巴西给，米拥挖铁大，米拥挖铁大，提来塔瓦尔切巴汤，提来塔瓦尔切巴汤。好，咱们看最后一种语法现象啊，就是现在时也可以加且，构成名词表示施动者，这就是更强调了，直接把这个做的现在时给加上去啊，就是现在时动词再加个且，表示施动者。实际上咱们经常把这个且这个时候就译成能啊，就直接译成能。
能做什么的人，施动者。未来时也可以加上卡构成名词，表示受动者。这就是强调，本来未来时就表受动者，表示所，他把这个做的未来时再加上未来时加未来时，强调所动的东西，受动者。一个是施动者，一个是受动者。咱们来看具体的例子啊。给错马律赛前辈，给错马律赛前辈，给错马律赛前辈，给错马律赛前辈。给是善恶的善，错是这个一堆集中起来的东西哈，在这儿就表示什么呢？就表示这个资粮，善资粮，也表示善业，咱们业也是积累起来的，善业、善资粮、善业。抹律，这个驴名词，驴是身体是吧？动词就是剩下，驴动词就是剩下，抹律就是不剩下，也就是无余，一点不剩。赛咱们前边刚出现过，赛是烧、燃烧、焚烧，那个什么把簪丹燃烧成这个什么炭棒，把什么燃烧成灰儿，赛就是这个赛是燃烧。且注意，这个赛是燃烧的现在时，又加上且的现在时，表示施动者。咱们经常就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且翻成能，就是什么呢？能烧善业这个无余是一个这个能烧的这个状语，就是说能够无余的烧毁善业的，能够一点不剩的烧毁善业的什么东西呢？看后边，空缺，空戳就是贪嗔痴的嗔，就是发怒发火啊，就是空戳。这个他加一个的，就是这是跟后边的关系了。这个地方咱们先看，它在前边就形成了一个句子，就是能够无余烧毁善业的嗔恚啊，它这翻成是怒火，这已经是一个句子了，是吧？但是咱们说过，藏文呢经常有连环句，就是这个句子完了呀，它后边不重复写，也不用代词，它接着来。这个空缺杂将，空缺杂将，学吧得，这又是一个句子。这个空缺等于用了2遍，前边说能够无余烧毁善业的呢，是怒火。现在呢说怒火的什么呢？杂是敌人是吧？jom 是这个战胜征服是吧？征服敌人，消灭摧毁，这个咱们学过。这是 jom 的这个现在时，它的过去时是另外一个 jom， 就是扎 jom 吧，就成了阿罗汉是吧？那是用的过去时，因为他已经战胜敌人了。这个地方呢不是指的阿罗汉，他用的是现在时，就是征服敌人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能战胜者，就是说怒火的战胜者是谁呢？是学吧。学吧是什么呢？是忍耐，这是个动词。学吧是忍耐，就是那个忍辱的忍，就是一个忍字儿。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，怒火的战胜者是忍耐。这个怒火被前后用了2次。怒火的战胜者，怒火的征服者，
能够战胜怒火的，能够制服怒火的，能够消灭摧毁怒火的是忍耐，是忍辱。这是四句偈，这2句了。下边啊，君撒八位美戒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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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君是一切，撒是吃，吃一切。拔是什么呢？也是燃烧，拔也是燃烧。燃烧的煤是火，是吧？接是舌头，舌头，火舌就是火焰，说燃烧的火焰，它有一个形容词是这个是吃掉一切的燃烧的火焰，这是又是一个句子，词儿就出来的是火焰，火焰前边有一个这个形容词，形容短句，这个短句是一个动词跟那个它这个就是燃烧的吃掉一切的，能够吃掉一切的，这是个现在时，能够吃掉一切的燃烧的火焰，它这个翻的也很好，叫吞噬一切的熊熊火焰。然后最后一句说削戒宁波，削戒宁波，削戒宁波，削戒宁波。削是杀死，是吧？杀死的现在时。且是能杀死，是吧？能消灭，杀死也有消灭，能消灭。能消灭什么呢？能消灭前边这个东西，就能消灭这个火焰的，能消灭火的，火可以烧掉一切。说能消灭这个火的，后边这个词儿是宁波。宁波是什么呢？宁波是一个我们在佛经里头常用的词，叫对治。宁波的本意是压服、灭除。宁波的本意是压服、制服、灭除，就是也医治，也可以医治。就是宁波是什么呢？是压服这个某一种东西的方法。压服它叫这个字典上说压服对立面，压服对立面事物的方法。佛经里头经常就译成对治，就是对治某一种事物的方法。宁波说能够杀死火焰的，能够对治火焰的那个方法，能够对治火焰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事物，能够对治火焰的，能够消灭杀死火焰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事物是什么呢？是蚯蚓诺。蚯蚓诺是水。火能烧毁一切，能消灭火的那个对治者就是水。这是四句偈。这个语法现象是什么呢？他画了那个说能消灭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血是现在时表示能，他后边又加一个且，是这个做的现在时，强调能，所以就直接把这个且就翻成能。能够消灭火焰的对治者是水。好，这是读一下这个啊。给错莫虑赛前辈，给错莫虑赛前辈，给错莫虑赛前辈，给错莫虑赛前辈。空缺杂交木学不得，空缺杂交木学不得，空缺杂交木学不得，空缺杂交木学不得。君撒八位美戒你，君撒八位美戒你，君撒八位美戒你，君撒八位美戒你。削戒宁波蚯蚓诺，削戒宁波蚯蚓诺，削戒宁波蚯蚓诺。削戒宁波蚯蚓诺。好。
下边是最后一句啊，帕巴南吉，帕巴南吉，帕巴南吉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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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帕巴是圣者是吧？如果要是动词就是那个跳跃是吧？哎，那么是圣者门的鞋，圣者门的脸，圣者门的面目啊，圣者门的面目是脸的这个敬语。通掐通戒没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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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是看见是吧？通掐就是所见，所看见的，哎，表示所，哎，表示所。通且通戒，且是能是吧？它这个现在时表示能嘛，能见，这就是能见和所见。能见是眼睛是吧？所见是所看到的事物，哎，能见所见。说圣者的面目，能见所见，没吧就是没有，没有都是没有前边那个东西，就是没有能见所见。说对于这个圣者的面目呢，没有能见所见，就是一个人如果能够见圣者，这个见圣者不是指的那个见释迦的化身呐，什么圣者的化身，这个实际上不算见如来，不算真见如来。你见个化身还是见的这个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哈。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个见圣者的面呀，是指的是真见圣者，就是真见如来。真见圣者，你必须怎么才能真见圣者呢？你必须是圣者，你才能见圣者。你是凡夫见不了圣者。所以现在说的是圣者状态，就是有一个圣者呀，他对于这个圣者门的面目啊，没有能见所见。就是说他真正见圣者的人呐，没有一个能见跟所见，就是我能见圣者的我跟所见的圣者的面目，说我见到圣者面目了，如果你有能所分别的话，你肯定是凡夫，哎，你肯定没见真的圣者。所以就是说对于圣者的面目啊，没有能见所见，就是你真正见圣界的时候，没有能见的人跟所见的人。能所双亡什么状态呢？就是限量限正，就是你的能见所见是一体的，哎，分不出能见所见。限量就是顿现眼前，根本就没有能见所见的一个过程。这是圣者状态。后边啊，弥拉弥达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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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多读一点啊，弥拉弥达哇行度，弥拉弥达哇行度，弥拉弥达哇行度。弥拉弥达哇行度，这个行度就是像什么一样，哎，像什么一样？像什么一样呢？就像这个弥拉弥达哇，弥是人，拉是对人，弥是人，达哇是看。说后边这个人呐，做了一个动作，看后边这个人看什么呢？看拉前边那个人看人，这个人就是指凡夫，就是凡夫看凡夫，像行度是像凡夫看凡夫那样。然后最后边啊，习所，习是看的敬语是吧？看的敬语那就是圣者看了。说圣者看，注意啊，圣者看圣者门的面目是吧？哎，他没有出现这个主语，哎，这个圣者面目是被看的，他没有出现主语，但是从这个习这个动词就知道这是个圣者。圣者看圣者的面目，他呢没有能见所见，没有能所，没有这个对立的概念，哎，就是超越对立概念，这是能所双亡的那个概念。
说就像凡夫看凡夫那样，凡夫看凡夫那样是什么呢？凡夫看凡夫是有能见所见的，就是说圣者看圣者呀，是没有能见所见的，没有像凡夫那样的能见所见，这么个意思。圣者看圣者，没有像凡夫看凡夫那样的能见所见。好，咱们再往后来啊。库尔他们借干，库尔他们借干，库尔是转圈是吧？还有一个意思是轮回，生死轮回。他们借生死轮回有很多的人都在生死轮回哈，所有的生死轮回，各种各样的六道的、各个道的、各种各样的生死轮回吧。所有一切生死轮回，将就是也，所有的生死轮回呢，也怎么着呢？看嘛，日巴让塞给，日巴让塞给，日巴是个动词，在这个地方呢是做这个名词用的。做动词用是什么呢？是看见、显现。做动词用就是看见、显现。这个明白、知道，主要是这两个意思。看见、显现，看见跟显现是一个意思，显现来看见，看见显现了，从两个角度说。再一个就是明白、知道，理解、领会，这是第二个意思，就是理解、领会、明白啊。不，这是动词的两个意思。动词的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看见，一个是理解，两个意思，看见跟理解。名词里头啊，一个是心意，就是这个本身就代表心意识，就是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就是刚才那个我说的那个明白知道，就是无明的明，明就是智慧，所以它也是智慧，也是智慧的意思。学问，智慧学问。还有一个就是外道呢，就把这个字儿当作灵魂。外道里头有一个意思就是灵魂，就是人有的那个就是心意识，就是佛教叫心意识，他们外道有的就当作就是泥巴，就是灵魂。这个词是非常多的，这个词经常被译成明，那个心经里头就有是吧？无明就是就是用的这个明，就是用的这个。泥巴现在它是名词，就是指的那个心意心，然后让是自己是吧？塞哇也是一个动词，塞哇这个动词什么意思呢？是显明出现，显明主要意思是显明，就是把一个东西显出来，显示出来，明示出来，把它突出出来，把它弄明显，这个意思。它这个形容词的意思呢，塞的形容词做形容词的意思是明白清楚，就是显著，就是一个东西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显著的突出出来，主要是这个意思。动词就是把它显明，明白的显示出来。好，现在咱们来看这个意思说自己显现的，自己显现的前边是智慧，明就是智慧，自己出现的自己显明的智慧，然后加个的。怎么叫自己显明的智慧呢？就是实证的智慧，实证都要靠自己，自己来实证自己的智慧。比如每个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。说这个那个如来智慧怎么证得呀？你要自证，自己来把它显现。说怎么自证啊？若离妄想，一切智则得显前。你就把妄想给清除了，
把妄想抛弃了，不要整天胡思乱想，把妄想抛弃了，远离妄想，你的这个人吧就自己就显现出来了，自己显现的智慧。这个自啊，一个也指自身，就是你自己自证，一个呢也指这个智慧，你自己就是有智慧的嘛，你那个智慧啊它自己会显现出来。为什么自己会显现出来呢？你必须把这个障碍给拆除了，你得把那个妄想抛弃了，远离了妄想，智慧自然会显现出来。自己显现的智慧的后边啊，拱巴了，拱巴是那个思想的境语，思维思想，想欲就是想干什么，欲这个做名词的时候呢就是心，心，还有这个叫心思、企图、意趣、密意，是吧？咱们那个解释密经就用的这个词儿，就是这个宗旨，它的主张、它的意义、它的用意，其实用用意也比较好，用意，做名词的时候有这么多意思。这个现在呢，它这个整个这句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自己显现的智慧的心中，这当心讲，在自己显现的智慧的心中，自己显现显然就是圣者正的那个如来智慧了，正的那个智慧的心中或者想法中、思想中都可以啊，后边啊，下掐脚界，下掐脚界，这个下跟后边这个脚是一个词，就是什么呢？叫这个一个意思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放置、安置、放置，还有一个意思是树立、建立，主要是这两个意思。这个后边这个脚是现在时，这个前边这个辖是未来时，这是一个动词。前边这个未来时加上一个做的未来时，后边这个现在时加上一个做的现在时，就是强调一个是所，一个是能，就是所树立、能树立，所立能力。前边的所，掐是所，前边是未来时动词加未来时的做的未来时，表示所，就是所树立的东西。后边这个是现在时加做的现在时，表示能，就是能树立的东西。能树立跟所树立，后边啊，没办儿丢到，也成为没有。这个成为没有，就是没有的。什么没有呢？能力所立。什么能力所立呢？就是说，在自己显现的智慧的心中，一切轮回也是这个没有能力所立的，就是没有这个能所对立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认为这个轮回都是有能有所了，有能轮回的人，有所轮回的事儿啊，我们的一切都是有能所的。凡夫概念里头没有能所，它就这个形不成对立概念，就形不成思想了。凡夫的概念都是有能所的。在圣者的概念里头啊，一切轮回、生死轮回，一切生死轮回其实就包含了世界的一切，就是说世界的一切法呀，都是没有这个能力所立的。就是能够树立，能树立什么呢？比如说有人有山河大力，就是人算能树立吧，人做的事儿就算所树立、所住的事儿、所完成的事儿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一切轮回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。能所的概念不能成立，没有能所，能所双亡。这是这个一个圣者境界了。这句话呢比较抽象，比较不太好理解。咱们再抠一遍啊，说他把那么给写，就是这是直接宾语，就是圣者们的面目。
动词在这个句子的后边，就是翻过来这儿就是习，就是这个根据他用的敬语的习看，就是这个主语是圣者。圣者看什么呢？圣者看圣者的面目。圣者看圣者的面目怎么看呢？他说通掐通戒没本儿，没有能见所见。圣者见圣者的面目啊，没有能见所见，就是没有一个能见的人，还有一个所见的面目，是不是用比量的实来分析出来的，没有概念，是用什么呢？用现量制顿证的，现量制顿现的，就是没有能所，就是能见所见是一体的，圣者都是现量制。然后呢，弥拉弥达瓦行度，像人看人那样，像凡夫看凡夫那样。凡夫看凡夫就是有能见所见，圣者没有这个像凡夫那样的能见所见，第二句是一切轮回也，他看一切轮回呢，也是什么呢？在自己显现的智慧的心中，也是没有能力所立的，就是一切轮回也是没有能力所立，就是一切轮回，所以你用对立概念成立起来的，有能所成立起来的，在圣者的这个心中思想里头是根本没有的。圣者心中没有能所，圣者超越了能所，能所双亡，能所一体，限量顿证，没有这个能所分别的概念，没有比量分别了，就是。好，咱们来读一下啊。哦，对，这个呀，周老师他们不懂佛教。他说应该是圣者一直是主语哈，这两个动作都是圣者做的，对，众人。对，不是，他把那个阔儿啊，阔儿一个可以翻成轮回，一个可以翻成众生，他就把它翻成一切众生了，这个是，对，众人亦于自，众人怎么会有自明之心呢？是不是啊？你要有自明之心，肯定是圣者了。再一个无能力所立，肯定是圣者状态啊。那个凡夫绝对有能力所立，没有能力所立就是圣者了。所以他这个义的不对，不管他啊，这个就不能要求这个周老师他们了，他们就是不懂佛教，所以他就只能按照这个句子的意思来译。所以我们翻译为什么要学义理？这是关键，你要连义理都没看懂，你怎么可能翻译呢？这个好，咱们来读它啊。帕巴南给写，帕巴南给写，通掐通戒没本儿，通掐通戒没本儿，弥拉弥达瓦行度，弥拉弥达瓦行度，习所。खोर थम जे ग्यां रिपा रांग से की गोंग बाला下掐脚戒没本儿丢多好，今天学完了，最后再读一遍啊，就结束。今天用的时间长了啊，但是也要读一遍。翻到80页。俺能教巴了，塞尔小康亲，叫么单得给，军家窝了。嘎在吧，开大把儿云了，信都伊拉松西，来些七八他来讲，开把南尼永素人，
开巴纳米榕树林，开巴纳米榕树林，开巴纳米榕树林，却给他欠给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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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素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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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牙了在塞帕麦，拿了在塞帕麦，牙了在塞帕麦，拿了在塞帕麦，却ham索马热琴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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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得打给菜娃狗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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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卡尔给讲，打卡给给，打卡尔给讲，打卡给给，打给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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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啥娃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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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菜呢，给菜呢，给不给借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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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龙腿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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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南在班儿，绝南在班，绝南在班儿，绝南在班，主持给多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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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卡来红娃儿通呢，南卡来红巴儿通呢，南卡来红娃儿通呢，南卡来红巴儿通呢，哈巴尔嘎咕嚷的，哈巴尔嘎鼓然的，哈巴尔嘎咕嚷的，哈巴尔嘎鼓然的，我们差麦都狗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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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努月阳扑我啦麦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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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摩地塞数记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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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垂呗，谢七百，谢垂呗，谢七百，君灭你国内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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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改变你喇叭内怂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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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却爱得呢，兄爱得呢，却爱得呢，兄爱得呢，女把汤，女不堂，女把汤，女不堂，他是葱巴nam，在冲巴浪，他是葱巴nam，在冲巴浪，寄给寄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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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来别景，明来绝景，明来别景，明来绝景，甘拉勒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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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迷于报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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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待我嘎包啦前辈哪儿不，在乌嘎包啦前辈哪不，待我嘎包啦前辈哪儿不，在乌嘎包啦前辈哪不，巴尔康给，巴扛给，巴尔康给，巴扛给，给顿啦多呢，在军那做呢，给顿啦多呢，给军那做呢，闽南亲包得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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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把南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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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顿把出啦亲呐，军把出了亲呐，顿把出啦亲呐，军把出了亲呐，写塞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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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登给南卡拉帕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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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都没法给我到，全都没法给到，全都没法给我到。全都没法给到。
米汤猪八宝银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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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具切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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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锅瓦汤沙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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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混给猪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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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gang米柴瓦狗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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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干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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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用瓦拉土巴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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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汤蛋巴西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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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用瓦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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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来塔巴尔切巴汤，黑来塔瓦尔切巴汤，提来塔巴尔切巴汤，黑来塔瓦尔切巴汤，给错么绿赛切杯，别错莫绿赛切杯，给错么绿赛切杯，别错莫绿赛切杯，孔雀炸酱雪巴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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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君沙八位没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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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学界银包秋银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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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把南给鞋，他把那给鞋，拍把南给鞋，他把那给鞋，通掐通借没本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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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米拉米达瓦行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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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洗索，洗手，科尔他们借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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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把让塞给公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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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掐交接没本儿狗多，下签交接没本儿狗多，下掐交接没本儿狗多。下签交接没本儿狗多。好，今天上课时间很长了啊，后边讲了2个小时啊，差不多吧。好家伙！